对啊，大家好，大家晚安，现在是有够忝的啊，好，即摆迄个开讲室内底还无人，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即摆我提早，因为今日我提早5分钟开始，吼，所以我想讲，叫做啥？开讲室内底无人，应该嘛是正常的，啊，袂要紧，啊，回得我着家己先开始哦，吼。稍等哦，我的窗仔拢无去啊！我的电脑无解释，好，开始，今日同款要来开白鸭包，啊来哪开哪也袂晓讲话，哪开讲安尼，回顶我想讲，无我等有较有人的时阵，我才来分享今日就是上班拄着的代志，就是讲是安怎来讲，今日原底讲有可能会赶袂赴，原底有可能就是会赶袂赴安尼，阿咪欢迎你来，暗食饱未？食暗顿啊未？然后即摆就哪开哪讲吼。回得今仔日就是应该拢知影阿辉就是伫迄个咖啡厅咧食头路，啊今仔日就是就是我Coco 啊初见安安你好欢迎，台语听有无？伙计就是平常时啊讲台语讲较济哦，50块，平常时是讲台语讲较济吼，所以就是我开台，若是无啥物特别的代志，我就是基本上是讲台语，你若听无也是安怎你拢会使甲我讲吼。I can also speak English and 我也会讲中文，所以不用太担心嘿。初见安安你好，欢迎。好，偷讲到倒位去，讲到我迄个，就是我食凉面，敢算是暗顿？有啊，有算啊，啥怎无算？还是讲一般食凉面，敢是食宵夜？我知影有一个人会食宵夜时阵会食迄个凉面配迄个味噌汁哦，有够爽诶！毋知影敢是即个意思。反正我感觉伫暗时食诶，就是暗顿啦。所以你若是想要伫迄个早时8点食牛排，嘛会当算是早顿，无问题吼。好，来讲今日代志，就是今日我上班诶时阵，阮遐附近有咧做工程。你200块，就是阮遐附近有咧做工程，啊，就甲迄个水道水的迄个水管挖断去，所以就害阮今日就是无水道水。阮咖啡厅无水是要安怎开店？要是爱开哦，要是爱开店哦，要安怎开？就是迄个啥？就是阮有家己的迄个。叫做啥？水塔，敢是讲水塔？回得就是阮遐有水塔，就是因为照你来讲，若是有水道水，就是阮会甲伊安怎讲？甲伊过滤，就是过滤，互伊清气了后的，好，继续，就是互伊清气了后，伊就会入去迄个水塔内底。这就是无水道水要安怎？就是阮头家就是去订迄种，就是用塑胶杆仔，迄个规桶的，就是可能一桶就是1 litre 还是2 litre 迄种的。就驶车去甲搬倒转来，搬倒转来就倒去水塔内底。所以今仔日就是迄敢袂足贵诶，贵啊！毋过阮咖啡嘛袂足贵诶，所以就是安尼，而且这无环保诶吼，这无环保诶。就无法度吼。原底我是想讲，因为原底就是因遐学断了后，因原底是讲下晡5点的时阵会修理好势，讲5点的时阵水会来。毋过因为永摆嘛捌发生过相像的代志，永摆嘛是共款，永摆嘛是原底讲迄个下晡5点的时阵水会来，
滚棒，嘿，阿好诶，阿好诶，暗安欢迎你来，嘿，啥物水会来？阮咧讲迄个今仔日阮家己厅发生诶代志，就是附近有咧做工程，就甲迄个水道水诶水管挖断去，挖断去了后就要修理，修理好进前阮遐是无水诶，所以原底因是讲5点诶时阵水会来，毋过无。回底伊永摆嘛是安尼，永摆嘛捌挖断去，永摆嘛是原底讲5点，永摆就是拖到过顿工才来，今仔日就是回底一开始是讲5点，要5点的时阵，阮顶司阁有敲电话，阁去甲问了就讲7点半，7点半共款无来，阁敲去甲问，问了就讲5点，毋是5点，讲9点半，暗时9点半才会来，9点半的时阵，阮照理来讲已经是迄个修店修好啊，嘿，就是讲爱修就是回底9点半，原底就是应该下班的时阵，就是爱下班啊，人就爱走啊。安尼我感觉爱上班爱啊，就是头拄仔就咧讲迄个，回底阮头家就是敲电话去订迄种足大罐的，就是用塑胶杆仔缀迄种。就是买迄种来甲倒入去水塔内底，共款就是安尼就是，嘛袂当讲是照常，袂当讲是照常咧做啦，毋过就是啥物无讲照常，就是因为阮都爱较省水的，水就无法度像平常时安尼，就是你若是要洗物件。你要洗一个设备也是安怎，你拢爱做优秀的，因为你就是迄水就是做有限的，所以你爱较省，你爱较你洗物件也是安怎，你都爱较省的，所以动作就变做优秀，做代志就较慢，就做起落的，嘿，就变安尼或者就是原底因为我上班我是今日是上下晡才去的，因为我是下晡到暗时的迄个班。原底就是我到的时阵是已经，就是因迄个水已经是有补过啊。原底我想讲，我今仔日应该就是毋免搁负责补迄个水。我讲的补水意思就是讲，迄个规桶的爱甲倒入去，迄种麻烦的，就是而且你若是一个人做即件代志，你就是因为迄有一个关度，所以爱为一个椅仔爬起哩。你著爱搭伫椅仔顶悬爬起哩，就是你家一个人爱开迄个，你就是爱甲迄个水敢若船开啊，你家一个人爱甲船开，船开了后你爱搭伫迄个椅仔顶悬，你爱甲有啲就是做忝的，虽然安尼应该做忝，毋过感觉做好笑有影。我甲伊讲，我今日就是我打到的时阵，我有一个顶司伊就是。负责做了即件代志，伊就甲我话讲足忝的，我迄阵去甲伊笑，结果就尾就换讲我嘛爱做即件代志，因为就是要收店的时阵，就是阮迄个店长就做烦恼的，就是想讲，若是明仔载透早无水就会足麻烦，因为迄个头拄也讲了，顶摆嘛是原底讲迄工会修理好势，毋过拖到过顿工，所以阮头家可能嘛惊讲，就是会阁发生相像的状况，就是若阵拖到明仔载，因为阮遐是7点开店，7点开店了后，就是阮是7点开店，永摆迄个时阵是拖到过顿工的8点水才来，就变做是就是上头起身的迄1点钟，共款是爱靠迄个水塔内底的水，所以就是或者今仔日就是暗时，阮头家就搁载，毋知影载几罐哦，应该是有20罐哦。或者就是塞车搁载水来，就是我就爱负责甲补，就是安尼。所以今日就是做忝的一工。加在是差不多就安尼尔，无讲其他啥物做起落的代志，听起来做危险的，敢袂做危险？普通啦，普通，因为毋是讲做悬，伊个水塔无讲，毋是讲你要爬去你楼顶还是安怎，伊就是阮遐就干
阮遐就敢若1楼，阮遐无2楼。虽然阮迄间咖啡厅看起来足大间，人客拢叫是讲有2楼，啊毋过无。嘿，有人伫迄个 Google 的迄个评论就写讲，我叫是有2楼，啊毋过结果无足可惜的。我想讲，好，你欢喜就好。反正就是迄个水塔其实是伫阮的办公室内底，就是伫1楼遐。就是伊算是徛伫涂骹啦，啊，毋过有一个悬度，所以无讲足危险。嘿，就是你要甲伊的迄个做啥挂，你要甲伊的挂掀开，啊掀开了后，伊差不多，或者伊的挂掀开了后，伊迄个挂的悬度差不多伫我的鼻仔遐，嘿，所以我就是爬一个椅仔，就会当倒啊，无讲足危险的啊。就是安尼。恁若是有拄着啥物工课好笑，还是烦恼的代志，嘛会使甲我分享吼。我想看觅阁有啥物趣味的代志吼。今日的生活无啥物趣味吼。毋过我我想看觅最近有啥物计划？袂记记啦。我即摆开始咧戆神，就是我迄个，上班了就是安尼吼，较无元气，就较头壳较戆安尼，所以我想讲今日可能嘛袂开足久，像顶届嘛是共款拆白仔包的时阵，像是开到2点外钟对无？今日反正就1点钟，就无电啊吼，无电就来困吼，而且就是我明仔载要上北。明仔载有代志要上北，所以我要袂款行李的。虽然嘛毋是讲要款足济啦，毋过就是可能嘛袂当伤晚困。若伤晚困，我就是爬袂起来就嗨啊。所以我想讲可能袂开足久的。所以大家就罔看罔珍惜，干嘛安尼讲？安尼我较早困，啦，较早休困，小等下较早休困。而且若像个感冒腰袂好，凄惨啊！人生就是安尼，人生就是安尼，就是人生就是足忝的。到底讲啥？今日较悲观，今日讲话较悲观。毋过我才有买可乐来啉，所以心情就会较好淡薄。当时感冒竟然无讲，就是顶摆听白仔包原底是奇怪，原底是要倒一工。反正就是甲希尔迄个双面人迄条歌出来讲一工啦，原底是迄工要拆白包害神，毋过迄工我感觉讲伤忝，而且迄工我就是有感冒想讲无我着过顿工才开就尾真正过顿工就有开，所以我到底是倒一工开的，我嘛袂记一啦。反正就是迄工的前一工开始感冒的感冒了就。袂了就是拖到即摆还袂完全好。毋过前几工原底是我就是已经要好啊，有好真济毋过今日就是可能今日较忝，也是安怎了？今日就是有感觉搁变歹啊期待我转来分享去北部看到啥物好耍的，希望是有机会啦。虽然我无即个要去耍的心情，就是去办代志，办了就真紧就要转来，所以我想遐做，就是有机会应该是会食一寡物件，我若食物件才翕相，甲大家分享好无？过来啉啥物可乐袂紧好，心情会加足好啊，对无？心情好嘛是真要紧的。有鼻音吼，有吼，我感觉有，我家己嘛小可听会出来。我嘛较闻袂到其他味。可乐兄小足歹啉，啥物意思？感冒爱啉 C 是讲 CC 的迄个 CC 柠檬汽水啉迄敢有效？
啉死死汽水心情嘛会好，无毋对，咱人活伫世间吼，就是爱有一寡互家己会使快乐的物件，对无？比如讲，我就做爱拆包一包，虽然做无营养哦，虽然其实是咧浪费时间，我们家己心情会愈来愈好嘛，是真重要的，真要紧的。好啉，我知，CC 联盟。其实阮阿母有一阵仔嘛，阮阿母有一阵仔嘛是足爱啉 CC 联盟。嘿，我迄阵嘛就是会偷摕2罐来啉，那个偷摕2罐，就讲有影滋味袂歹，毋过毋知影敢是我的错觉，我有感觉伊的滋味哪像甲上一开始我啉到的滋味哪像无共吼，哪像有改过，我是较介意以早的滋味。那即摆的滋味哪像较无共，我嘛毋知影敢是我的错哦，1500冒死，水哦，嘿就是安尼，敢会紧袂晓讲话，敢会紧好，毋知心情会好，而且感觉有事。感觉有事，所以你会使去看伊的成分内底到底敢有啊？若阵真正有，你就当做真正有就好啊。感觉有事会当原谅家己。我会记你伫迄个裤内成分内底，哪像嘛有写讲伊有迄个 vitamin C 哦，毋过毋知影有偌济。所以我安尼嘛算是有啉到死啦。有人讲啉香色的裤内会使治感冒，敢有影？这我毋捌听过，毋过我知影，以早捌听过，就是上一开始迄个裤内，就是伊上一开始互发明出来的时阵，伊原底毋是饮料，讲伊原底其实是药啊，是咧治迄个头痛的。虽然甲即摆迄个成分可能无共款啦，毋过我就是有一个，你要300块，水哦，就是我有即个印象，啉了腹肚痛是安怎？所以是伊听烧了后，就是袂啉质，还是安怎变质哦？敢是伊变质去？毋过以早的裤内成分甲即摆差足济，以早内底有 cocaine 呢，毋过即摆 cocaine 是毒品，袂当啉呢，袂当食呢。所以无共时代迄差足，敢是 cocaine 应该无记毋对吼。我会记你就是原底是内底有 cocaine 才会号做裤啦。我若无记毋对啦，应该是安尼。我知影迄个裤啦，佮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啊，就是叫做啥姜汁，就是加迄个姜去煮还是安怎？我是毋捌安尼食过，听起来就足咸的，我应该是无法度。原底有毒对吧？就是有足侪毒品一开始其实拢是药品嘛，还是到尾发现伊会当互人要安怎讲？乌白用，就是有足侪药啊，就是到尾互乌白用啊，发现讲伊可能做做安怎？互食着会做瘾的。会中毒的，所以就尾才变做是管制即个毒品安尼。毋知影大家有发现一项代志，就是伫咱台湾话内底有足侪有即个安怎讲？伫台湾话内底有足侪会互中毒，还是会互迄个瘾着的物件，拢是用食的，比如讲食酒吼、食薰吼、食咖啡吼、食毒吼，大家有发现即件代志？我有发现哦。大家有想到其他嘛会使补充食猫啊对无？奇怪，我会记得我之前哪像有破文讲即件代志，伫 Threads 顶面对无？应该有。我想起来。哪像有即件代志？无讲用偌济量，你讲毒品拢是流氓，哪像有听过即句话呢？
哪像有听过即句话？安尼讲嘛对啦，嘛对啦。就是伊个量若是有控制，伊应该有迄个药仔的效果的时阵，就是药仔嘛。安尼讲嘛对。就是讲你若水若是啉足济，伊嘛会变做有毒的。还是讲你直接输迄个上手，你若是输迄个完全100%上顺的，伊嘛会变做是一种毒，伊嘛是袂喘气安尼。哪像有即件代志？用一说那是药仔用伤济是毒，大部分的毒拢是安尼。有影。虽然我对这个毒无讲做有研究，毋过哪像有听过这个讲法无毋对。好，想看卖哦。够啥？够啥？今日拢在创啥？今日都是上班。毋过阁上嘛无偌久啊，想讲要来追求家己的人生新的目标，所以应该10月做了，应该就甲我头家讲再会啊。毋过因为阮遐算薪水是逐个月20号。就是做一个切点，就是讲，反正算薪水，就是算讲你顶个月20号到即个月20号安尼算，所以毋知影阮头家到底会较想要互我甲10月拢做了，还是想要互我甲迄个对做到20号安尼，我毋知啦。若准伊互我做到20号就好，安尼我就是趁着10工，嘿，我要甲咖啡厅等掉咯，嘿，无毋对，我要将工课等去晒，嘿嘿，拜啦，将工课等去晒。就因为我感觉讲迄歹趁，就是我若是算迄个，就是我若是去算讲我1点钟会使趁偌济，我若是照安尼算，我是加影片较好趁，所以我想讲我应该甲开力开伫，就是较集中伫剪辑我的影片这方面，应该是对我家己来讲较有效率吼，较好趁。而且阮迄个咖啡厅离阮住的所在较远，所以就变做讲我差不多就是爱开要1点钟。我会讲一抓后就是我去差不多1点钟，转来差不多1点钟，所以对我来讲是略歹趁，歹趁。而且有时拄着迄做白痴的人客的时阵，就是心情就会受到影响。我讲，淡薄无价值。对，即种工课嘛有生理有影，我嘛有小可烦恼，嘿。毋过对我来讲，就是上歹，就是我若真正我可能就先试1个月、2个月，看安尼敢会当活。我若食袂饱，我会当搁去找小项的，无就是直接转去嘛是会使，因为我若是转去，伊是讲若是伫3个月以内，伊迄个叫做啥？我的开讲是发生啥物代志？敢有发生啥物代志？我的开讲是，稍等哦，小等来看者。你是讲我的画面顶面的开讲式，还是讲奇怪？我的开讲式有安怎无？后阵佫出现啊？好，OK。嘿，头讲到倒位去？头好，无代志吼。
有代志才讲，应该无代志吼。头仔讲到倒位去，讲到迄个，或者就是，伊是讲若是离开无超过3个月，就是伊会当叫做啥？伊迄自力就是还会使继续算，所以就是我想讲上歹就是我若试1个月啊2个月，我食袂饱，我才个转去嘛是会使。而且就是因为阮迄间是连锁的，就是讲若是顶薪个投履历有机会会使互分去迄个离阮住的所在较近的北京。若是安尼嘛袂歹，而且就是为伫因就是一直咧讲，逐间店拢真欠人，所以我若真正食袂饱，我才转去上班嘛是会使。所以有一种安怎讲，时到时担当的感觉啦，就是因为我想讲，既然我有咧想讲，哪像毋是足适合我，所以就看敢会当用别种的方式。就是想讲，人吼，就是趁还少年的时阵，应该加试看卖，无共款想要试看卖的代志。上无我是安尼想啦，就先试看卖才讲。就是安尼，若是拄好会当换嘛袂歹啊，规定阮就是一直拢做欠骹手的啦，无阮头家是安怎会遐尔想要甲我闹？而且阮应该是顶礼拜就是佫有一个新人，原底讲要来做，毋过嘛是做1工2工的，奇怪有，嘛是做1工2工的，讲伊挡袂牢要转去啊，今日佫来一个新的，嘛是新人。毋知会使挡偌久，应该欠骹手即个问题，应该是袂讲真紧就向解决啦。因为一直咧开新的店，所以而且人佫留袂牢，就是为我去开始做到即马，已经毋知影有几个人离开啊呢？敢有5个？可能有哦，应该有5个哦。对啊，新人安怎？后摆反正我嘛会去做别个行业的新人啊。我原底有捌想过，我要来找迄个啥物摆仔店的迄个头路呢？我真正有去投我的履历，我去直接走去迄个摆仔耍的店，直接讲，恁敢有欠人？拢甲我应讲无，所以就安尼，流动率遮悬哦。那像就是做食食的，通常拢是工作悬的啦。我家己是无做过其他的，我是敢做咖啡厅，毋过阮遐的同事就是有介侪人是捌做过足侪无共款的。比如讲我捌有一个同事，伊来做咖啡厅的迄个原因是讲，伊原底是咧做寿司的，伊原底是咧做寿司的内场的。内场就是料理出菜安尼伊讲伊毋捌做过外场的，是要体验看卖，就来做咖啡厅安尼，就尾伊体验了，伊就转去做寿司啊。我就尾听人讲，我才知影，因为我甲伊无介熟悉，就是或者伊走了后，别人才甲我讲的，嘛是小可心息，对啊，阮足侪人就是有真侪人其实是无欠钱啦，毋过就是毋知影是安怎要来，毋是安尼讲，话敢是安尼讲的，非得就是进前捌有一个同事，伊就是上班，伊就是驶车，伊驶车是驶，毋知影米林还是 Benz， 应该是 Benz，就
就看起来就无欠钱，啊有影无欠钱，啊伊就是来体验人生安尼。即种的可能嘛，袂讲做足久的，因为就是伊若是忝啊、野线啊，感觉无好耍啊，伊就来走啊，嘿。所以就是就趣味啦，就趣味就是佫有啥物诶？佫有迄种是学生啊，就是伊就是读即个做食食相关的就是因就是可能会规定讲你要出业进前，就是你爱去实习，嘿就是有的人是来遮实习的，所以伊就是有规划讲，伊就是来做一档，一档了，伊就可能若有别个公司，也是别间餐厅，就是想要甲伊请的时阵，伊就要来走安尼，外场拄着奇怪的人客足济，有影，就是足济奇奇怪怪奥客，啥物拢有哦。我之前有捌甲恁讲过迄个，伫迄个出餐迄个所在咧拍高尔夫的对无？迄是我捌拄着，我感觉上好笑的。嘿，今仔日哪像无？今仔日哪像无讲足奇怪的人客？今仔应该是无。我想者，应该无啦。会互我记条条，毋是足好笑的，就是互我足气恼的。你看即两种我会记较久。嘿。外场，因为阮咖啡厅应该算是无真正的内场啦。因为阮煮咖啡、做饮料拢是伫外口嘛，拢是足直接爱面对人客。所以人客若有要求的时阵，伊就是凊彩掠一个人凊彩掠一个人，甲你讲伊，甲你讲伊要求是啥物嘛，所以算讲是，逐个人拢算是外场，应该会使安尼讲吼。我想看卖哦。哇，真想无呢，今仔日真正是无讲啥物足奇怪的。安尼无好耍。虽然讲奇怪的人客互足气恼，毋过嘛算是有较好耍啦，就是一种滋味。我咧生活较有滋味。佫有啥？我想看卖，佫有啥物其他永摆拄着的好笑的人客。我捌拄着就是因为阮遐有时有迄个贵33，嘿，有影，感觉足烦，毋过袂使甲骂，这叫做互佫较气恼啦，恼死，就是嘿啊，无度啊，就是有时因就是足白痴的，毋过你就做想要请伊个上看卖，毋过佫袂使。你就会愈生气，嘿，因为阮遐有时有买一送一，就是买一杯送一杯，进前就有人伊就是足认真的哦，伊看起来毋是咧讲耍笑，伊就是足认真甲我问讲，今日买一杯送一杯，我想要爱送的迄杯。我想讲啥物意思？伊就是敢若要爱一杯，伊要爱送的迄杯，这应该是笑亏，毋过伊迄个表情就毋是咧讲笑亏。我迄阵就足紧张，我就想讲靠腰，这是啥物情形？我就赶快，要是足礼貌，就是我要足礼貌，甲伊说明讲，买一杯送一杯，就是爱先买一杯，才会当送一杯哦。就要有了解安尼。毋过我就想讲，到底是头壳是底啥？对，特别是足无用的时阵。毋知影是阮咖啡厅，毋知影是阮迄间咖啡厅的水较好啉，还是安怎？就是特别伫足无用的时阵，人客就佫较爱甲你讨水。我遐个人客足爱共讨水的，毋过佫无法度，就是照公司的规定，就是伊甲你讨水，你就是爱互伊水。就是就是安尼。我想讲奇怪，你都已经买一杯饮料，你现在毋爱啉饮料就好，遐尔爱啉水哦。伊佫有迄种就是因为阮遐买一杯送一杯的规定，就是讲你迄个烧的冷的爱，就是你
烧还是冷爱共款啦，袂当讲一杯烧的，一杯冷的。阮遐个买送伊是一定爱两杯拢是烧的，若无就两杯拢是冷的。啊，就有个人伊就是做想要爱一杯烧的，一杯冷的，伊就会点两杯拢是烧的，啊，甲你讨一杯冰角。啊，你嘛摕伊无法，伊就是爱互你就是爱互伊，啊，就是其实就是增加你的麻烦。嘛无法度啊，就是做头路就是安尼嘛，咱做工课就是安尼，有这个服务的精神，这就是服务业，这嘛是无法度。恁遐是电话甲现场人客，所以是你负责安怎讲？所以是负责迄个接待现场人客的时阵，你搁爱接电话是毋？阮遐是无，安怎讲？阮遐就是因为阮隔壁厅就是边仔有迄个有车路，就是你会使为车路遐驶车来买啊，所以阮拢有挂耳筒啊。阮就是照你来讲啦，就是只要店内底有3个人以上的时阵，就是会有专门一个人负责接迄台车，啊，其他人毋免接迄台车，啊，毋过落尾要关门进前。就会剩2个人，就是上尾迄1点钟还是2点钟，就剩2个人。啊，迄阵就可能会发生一种状况，就是剩2个人，啊，一个人去便所，啊，另外一个人伊若是同一个时间有车来，伊就爱负责甲车讲话，伊就爱饲迄个耳筒甲车讲话。啊，毋过同一个时间伊搁爱，伊若是现场迄柜台遐有人客，伊搁爱。同一个时间，甲柜台遐个人客讲话，伊就会做，要安怎讲？伊就会做忝的，啊，就会做生气的，对，迄就是我，真正捌拄着即种代志，就会感觉讲哦，绝望，哎，这就是人生啊，这是柜台加干部，啥物意思？所以是讲，因为阮遐的干部较要安怎讲？因为逐间迄个无共的店的迄个干部可能无共款。啊，阮遐是就是有值班的经理。啊，阮上尾剩2个人，就一个值班的经理，搁一个无重要的，就是我就是迄个无重要的。啊，迄个值班的经理会伫内底，伊会伫办公室内底，就是算钱，也是订明仔材料安尼。嘿，所以就是照来讲，就是我一个人爱花贵的，就是外口的迄个柜台。嘿，所以就变做讲柜台要来点菜，还是我要做饮料，就是我一个人爱负责。嘿。新客话变声讲工课心酸会使啊！我会记得进前有人的客话，就是有人的气话，就是变声讲 VTuber 心酸，嘿，啊袂歹，若是红讲工课心酸嘛是会使。啊，毋过可能想一个，就是毋知影是要邀请观众朋友来讲，还是邀请其他的 VTuber 朋友来讲，就会使搁想一个。嘿，我有想要做新气话啦，我今想要做的新气话就是想要找，敢有啥先讲？应该会使讲啊。好，会使甲来分享。或者今日，今日嘛无工作的人来看，偷讲者。我想到的新气话就是叫做啥？哦，就是我想要找无共款的人来讲一个故事噻，嘿。这个名有一个外音笑亏，这个新节目英语叫做脑壳灵，即摆敲电话迄个脑壳灵，台湾话叫做脑壳灵，袂歹哦，这个外音100分，想要开这个新节目叫做脑壳灵，就可能会找，毋是可能啦，就是想讲想要大概找无共款的人来，应该主要应该要是 VTuber， 毋过就是可能爱想一个上届无可能讨论的话题，安尼我要搁爱想一个，嘿嘿，
啊，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大家使期待者，我想要，因为即马还未完全湿透了，若是湿透了后，我时间就较自由。虽然讲，咱所讲即个自由业是上界无自由，毋过就是，会使报名，或者就是，我就是想讲即个节目，想讲，毋知你讲啥物新节目吼？招变色是有代价，或者就是袂互恁等足久啦，应该真紧就会开始做这个节目。上班就是11月啦，因为迄阵我就已经无伫咖啡厅，所以上班就是11月的时阵会开哦。对，好，你若是想要来骂头壳歹去的人客嘛会使，或者我是想讲，我先限制讲是教来宾爱甲我讲啥，我就想讲咱会自由发挥。其实算讲是有参考，进前有别个 VTuber 捌做过相像的节目，就是共款嘛是无特别设定讲要讲啥，就大家黑白讲安尼，靠腰无就拢莫去变数啊。无啦，毋是这个意思啦，毋是这个意思。或者就是安尼，你落尾你应该要是有听到重点，要是有听到重点啦，阿咪定听你咧骂人，哦，你咧骂人，你甲我共款，你甲我共款，下班了就开始哦，900块，你甲我共款，下班了就开始骂人客。感谢你的性地歹，我嘛性地歹，大家拢性地歹，袂要紧。性地伤好，敢有啥物好处？嘛无嘛，对吧？性地好嘛，无啥物好处啊，谁要性地好？对吧？你就是咱就是上班的时阵，为着度生活，不得已，才小可假做性地好的款。私底下你要性地好要创啥？嘛无好处对无？所以袂要紧，性地歹就歹。毋过其实我毋免等甲下班，其实我上班的时阵，若是有迄个人客做白痴，我嘛会饲迄个耳风。耳风其中一个足重要的功能，就是甲同事开讲。有一寡人做白痴的时阵，我都随饲迄个耳风，甲我的同事讲。毋过因可能无要插我，因为因咧无用。对无？歹性地心情足好诶，无毋对。讲错袂当解决问题，毋过会当解决你情绪的这个需求，有影吼？遐卖观众啥啦？你就观众做啥物做超过的代志啊？你是讲你要卖你不要讲你要卖你是讲你要卖观众，还是阿咪要替你卖观众？我应该是无啥物机会卖我的观众。我感觉我就是应该是无机会开迄个做啥骂倒台，应该无人想要听我骂人吼。大家应该是较介意听古水的查某囡仔，还是缘投啊讲骂我一卡箱啊，应该是人无这个需求是你哦，你要讲骂是有人，是你的观众讲啥无好，还是袂使讲的代志。我若像也毋捌拄过这种情形，虽然我伫我的迄个，就是我有出一寡 shorts， 我知影有一寡 shorts 下骹的迄个老的，可能甲我的意见较无共，还是讲互我看着有小可较杂目，毋过我要是做礼貌讲话，因为我想讲，比如讲，我会记你讲有一支 shorts 就互讲我的迄个台语迄个腔怪怪嘛，就是讲我迄个。我感觉找出来互看应该毋免，就是有一支 shorts 下骹有人老讲我的迄个
伊原底是讲啥物重音很奇怪，啊，我就想讲，台湾话敢有重音？啊，我就想讲伊是要表达啥物？我就想讲，敢是讲我的声调怪怪，所以我就是要是老的，就甲伊问讲，到底是倒一句倒一个词怪怪？啊，毋过伊就讲全部拢怪怪，安尼就无参考的价值。我就想讲，你安尼讲甲无讲毋是共款，所以我就无想要插伊，就安尼。我无想要甲伊骂，甲伊笑骂足忝的，无甲伊说教，啊，毋过当作无看。哦，当作无看的嘛袂歹啊，当作无看的，就是伊要跳，互伊跳，嘿，伊要伫伊想要伫遐，keep 要伫遐跳无要紧，你豆豆跳，跳甲你忝，跳甲你爽，啊，无我的代志，哦，安尼嘛会使。哦，是我愿意接受，即个老朋友你啊较无礼貌。哦，了解。有时啊有对啊，这无度就是因为我嘛是有时嘛是会思考这个问题啦，就是因为其实咱做 VTuber 甲一般的迄个，比如讲电视也是其他的爱豆迄种的艺人，有小可无共的所在是，阮做 VTuber 即种的，甲观众的迄个距离加足近的，所以有时啊有的人较抓袂到迄个，爱有站扎的所在，就是较抓袂到伊啥物话会当讲，啥物话袂当讲啊。当然，你若是因为安尼感觉受气，还是无爽快，迄嘛是正常，迄嘛无问题。啊，毋过对我来讲，我就是想讲，无我甲你体谅一下好啊啦。我想讲，我嘛毋是袂当体谅嘛，袂当，反正我嘛定定要求大家甲我体谅嘛，袂当体谅嘛，请恁原谅吼。啊，袂当原谅就尽量安尼。所以我就想讲，我嘛是尽量甲，对啊。啊，毋过若是真正互我拄着一个足头疼的，完全袂当沟通的迄种的，看要变调就变调，还是要安怎？迄应该爱处理，要是爱处理啊。啊，毋过若阵毋是，我完全无得处理，我就过来想看卖会当安怎。其实我有想足久呢，因为我有知觉到一件代志，就是人若是愈穿，就愈来会，愈会拄到一个奇奇怪怪的老话。换一个角度来想，你若是比如讲选民单位要安怎讲，我还袂想好。或者就是你若是做一个频道，啊，你拢无拄着选民，嘛会使我是安尼想啦，无代表所有的人，啊，毋过无拄着选民，就是代表无够称，嘿，啊，你有够称的代价，就是你会去拄着这个人，因为无可能逐个人的意见拢甲你共款嘛。就比如讲，我写台文，我爱讲台湾话，啊，有的人就是看到台湾话就袂爽，即种人总是有。啊，你若是物件有称，当然都有足侪无伫你原底框仔内底的人，就会看到你的物件，因就会来黑白讲话。所以我迄阵知觉到即件代志了，就是因为我迄个你敢知影迄个系列。有愈来愈，都拄着愈来愈侪即种或者选民的，的老话就开始有出现，所以我就想讲，所以我无想要为着遮个人，互我的情绪歹，我爱先想好，我后摆拄着时阵爱安怎处理。我若是先想好，我后摆要处理，我就直接随处理就好，我就袂去想伤济，我就袂感觉讲我的情绪足忝啊是安怎，所以。我就想到，我若是甲对方无度沟通的时阵，我就要来黑白回，我就要以毒乱回，吼，安尼就是你跳你的，啊，我就负责甲你笑，我就是咧看你的笑亏安尼，你就变做是小偷啊！我就感觉足爽的，所以我就一直想讲，我后摆拄着即种奇怪的人的时阵，我要甲伊黑白回，啊，毋过安尼想好了后，就拢无拄着。这就是你接到迄个诈骗集团的电话了后，你就会想好，你就会先想好后摆要安怎甲伊对付，啊，然后你就袂接到。啊哟嘛，捌拄到足奇怪的观众，对啊，因为伊足穿的啊，而且伊的物件就是较
歹势，今日台湾话较无练长，因为较忝，所以头壳较无遐尔，无遐尔好。嘿，或者就是有出圈，你物件出圈，你就是会互其他同温层以外的人看到，所以你当然就会拄着做一个奇奇怪怪的观众。有伊就是真正就较出圈，而且伊的标题文，其实我即阵仔有咧想我的标题甲文案要用华语嘛，是因为安尼啦，就是因为伊嘛是安尼做伊真正有接触到较济原底对台语文较无遐熟悉的人，我感觉安尼其实嘛是一种经营的方向，所以我嘛想要来试看卖。所以我最近即阵仔的海信啊，佮有我伫 Twitter 遐个破文，歹势我拍的，因为我啉苦啦吼，所以就是我即阵仔写华文的比例加足悬的吼，着共款啦，请大家体谅吼，袂当体谅嘛会当原谅，袂当原谅就尽量吼。若真正看甲足袂爽的，就莫看，无要安怎，嘿，就安尼啊，嘿。好足介意伊的影片，我嘛足介意伊的影片，伊对我来讲，伊嘛算是老师安尼，嘿，对我来讲，我有甲伊当做老师，会使为伊的影片，佮有伊规个社群媒体的经营的方式学着足济。所以大家若是有想要做一寡台语文的创作，还是想要补充一寡台语文的知识，会使看伊的频道，有影足赞的。今嘛嘛咧想，会华语 VTuber 敢爱播华语老话，在理啊，在理啊，或者就是我感觉就是每一种无共的做法。拢有伊的好处甲缺点，拢有，就是歹势我想要拍开手，哎哟，好，无代志。就是每一种做法拢有伊的好处甲缺点，就是比如讲有几种做法嘛，头一种就是你全部拢写台文的，写台文的好处就是。想要看有你的老话的人，因一定爱去看台文，才有可能看有。你就算讲是逼想要看你的老话的人，你逼因爱用台文去思考，爱看有台文才会当看。这敢会当算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当然，好处就是想要看的人，伊会必须爱用台文去思考。毋过缺点就是，伊可能会无想要看。嘿，这无倒，嘿，阿咪讲等人问，才还互对方嘛是会当啊，这嘛是一种方式啊，嘿，若准你就是，对，或者就是你若是感觉你讲一句话，你无需要用两种语言去闹，你敢若讲安尼，家己就写两抓，敢若足奇怪，你若家己。决定想要选一种，你就选两种有无共的效果啦。嘿，我敢若会当安尼讲，嘿，就无讲倒一种较对，就是看你想要爱啥物款的效果。嘿就比如讲我啦，对即摆的我来讲，我若要留的，互别人看的时阵。比如讲，我看到其他的用华语为主的 VTuber 因咧讲话的时阵，我想要去斗脑折，我想要去因破的文下骹留的。我毋知影对方敢会晓台文的时阵，我上无知影对方会晓华文，我可能我都会用华文甲伊回，因为对我来讲，我去甲斗脑折，我想要甲伊讲话是我主要的目的。我伫即种时阵，我主要的目的就毋是用台湾话，嘿。比如讲迄个伊利啊，就是即阵仔我甲伊利会伫 Twitter 顶面，我会去回伊的文，嘛是共款嘛，就是因为我知影伊会晓台湾话，我知影伊会晓台文，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是足自然会当直接用台文写字互伊看，因为我知影伊看有，我有把握伊看有，嘿。
所以嘛对，对方若是拄啊好看有的袂因为安尼发现嘛对，所以就讲，所以就是头拄仔讲的，就是两种方式有无共的效果，嘿，所以毋是讲我的意思嘛，毋是讲你用台湾话的方作无方便，毋是安尼讲，我毋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若是足惊外语，足惊讲人会看无，还是安怎？你想要切转来，毋是讲转来，就是你想要切做华语，嘛是一个选项。对我来讲，我即摆是无想要想遐济啦。就是对即摆我来讲，交朋友是我主要的目的。哦，所以当然有啥，若是因为安尼的无发现嘛是真可惜啊。对，所以安尼讲嘛对，嘿。拢咧饲袂紧啊，就是我到当我嘛要是咧试验啊，就是我有做者代志，要是随时会想讲到底敢爱改一下做法，嘿，试也免钱嘛，你会使试看卖倒一种做法，互你家己感觉上舒适，互你效果上好，嘿，拢是会使试看卖。顶摆甲老朋友开讲，换伊个台语5分钟。你讲的老朋友是 VTuber 呢？敢是换迄个5分钟甲伊讲话？你用台语安尼拍台文才发现伊拢念会出来。嘿啊，其实有足侪人叫是家己看无台文，毋过其实因拢看有。像我一开始，我当伙子的即个考作，就是上一开始嘛是写华文较济嘛，上一开始是写华文较济，落尾才开始有一段时间拢是基本上全部拢写台文的，毋知影你敢有注意到？迄阵仔我其实一开始要切做全台文的时阵，我其实心内家己有小可惊，毋过落尾就是有发现讲有一寡。我原底无想到因会使，原底无想到因会使看，怎样讲？有一寡我原底叫是因会看袂惯势的人，结果因嘛是有持赞，所以我就想讲，其实大家要看台文，看有的即个几率其实足悬的啦，是大家毋捌想过即件代志啦。平常时无讲，拢毋知影人其实是看有的。对啊，比如讲，敢袂使讲，应该会使啦。就是前一阵仔我迄个，你敢知影迄个下咧有请天辉来斗读嘛？就是伊较谦虚啦，嘛毋是安尼讲，就是平常时伊咧留话还是安怎的时阵，就是伊看有台文无毋对，毋过伊平常时嘛。无像我遐尔主动会去用台文，毋过其实因为我迄个你敢知影迄个下咧稿，我遐个稿其实拢是写台文的，我迄阵甲稿互伊的时阵，伊嘛是拢看有，所以真正大家其实看有的，就是看有的即个几率其实足悬的，只是大家袂讲，大家袂讲。也是讲大家家己要写的时阵，无遐尔惯势去写，毋过叫大家看，伊若是原底会晓讲台湾话的人，其实基本上应该大部分拢看有。以早是毋知影对方会晓，就拢毋敢用，迄工才发现你毋免安尼忍耐。有影，无反正嘛会使有一种做法，就是你甲伊互动的时阵，你比如讲你。甲伊画3篇还是5篇，你其中就1篇用台文，你会使那个试啊。安尼你嘛免惊讲，互对方感觉你咧找伊麻烦，就是因为你可能3届有2届是用华文嘛，毋过你就会当有1届用台文去试看觅。一般我拄着的啦，就是你若是用台文共画，人若看有会晓写，伊就用台文甲你画啦，因为。会晓的人讲实在，会晓佮敢主动用的人无遐济，
所以若是找到同款会晓用的人的时阵，应该拢是真想要甲伊用台文啦。上无我的经验是安尼，安。阿峰安安，欢迎，感谢你的捧场。啊，毋过我今日较忝，所以可能袂开足久，所以可能做串的，可能小等着先关啊，可能11点半，因为我明仔载要上班，小等款行李哦，嘿，确实是安尼。对啊，比如讲迄个啥，有一阵真紧要出道的，迄个啥，网楼，倒一间诶。Tree Life 的内底有一个纳色迄位，伊嘛会晓台文诶。你若是用台文甲伊讲诶，伊会用台文甲你回呢，好有甲伊有互动过对吧？我真正有惊到诶，就是即马会晓台文诶 VTuber 哪会遮济？哦，我想要爱诶世界总算要总算世界总算是为我想要爱诶方向行一步啊，是毋？你的正手嘛咧疼，你的正手是安怎？你的正手是发生啥物代志？你的正手是离家出走去拍歹人呢？还是安怎？还是你的正手去做运动？啥物运动毋好讲？我想看觅哦。还有啥？前几工还有迄落，行一条真我足欢喜的。还有一个我最近有咧观察的，就是迄间叫做啥？春鱼的，春鱼最近嘛有一阵查甫的嘛，其中一个张楚海信啊，伊咧小解家己的时阵讲伊会晓英文、中文、台文，嘿，迄阵嘛是惊一跳，嘿，啊，毋过迄阵就是伊的开讲式，就足侪人就是。拍迄个问号，问讲迄个台文是啥？啊，迄阵伊解说是讲，因为讲英文、中文，所以敢若讲台文较顺。所以我毋知影伊讲的台文，甲我讲的敢有相共，这我毋知。就是反正伊无像我想的，就是会晓看正字，还是看罗马字安尼啦。啊，毋过想无伊是会晓讲台湾话，所以我想讲若有机会。再来甲伊互动者，虽然人无一定爱插我，人大尾，所以无一定要插我。倒一位，我袂记伊的名，因为迄是西洋名，歹记，所以我爱查者。小等哦，我即马随看。正手出现邪恶的刺卡啦！哦，原来是安尼，安尼要安怎？你要用你的正义甲伊制裁哦，是安怎？我连伊来查哦，小等哦，袂记你人的名哦。小等，等我一下。哦，找到啊！我念华语，伊号做，敢是伊？对，赛特洛，敢是读洛？应该是读洛对吧？应该是。回答就是安尼。希望会使有机会听到伊加讲一款台湾话，安尼我会足爽诶。有影人做大尾啊，因为我做细尾诶。我即摆偌济订阅，我会记恁200多个，啊，毋过到底是几个？我小看者，我应该是还无到300啦，所以我真正会做细尾诶。我即摆239嘛。我要是细尾 VTuber， 紧较骨力咧，总有一天会搁加几个。你定和大公司的 VTuber 互动有影，啊，毋过因嘛足无用，所以有时啊因无一定逐个老话拢有法度回。我有发现即阵代志，啊，我无想遐做，我就是回答我就是看上。破文，我感觉较深色，我较想要回，我就去回。所以我就是黑白回啦，真正是黑白回。安尼两条尾要来创啥？你讲大尾、细尾要来创啥？无想过即阵代志。大家尾溜拢摕来创啥？大家敢有尾溜？阿好应该有尾溜对无？
好，你的尾流拢摕来创啥，敢袂当分享者？我太知。哦，你无要伊无？哦，我叫是讲你对即个尾流的话题无要伊，所以无想要甲我回。无要伊无回，好无毋对，无要紧，正常诶。就是我嘛是啊，我知影有时我讲黑白斗脑这人可能无想要参我，毋过我感觉我去黑白斗脑这阵代志我足欢喜的，我就会去讲回啊，嘿啊，家己欢喜上要紧。别人敢有欢喜，无遐要紧。嘿，啥物黑白讲话无毋对，我就是安尼。我即摆迄个推特名有写，我是高话型 VTuber。高话意思就是家己讲了爽就好。嘿，啊恁听了有爽嘛，真好。嘿，啊若是袂爽的引导的代志，哈哈。这就是人生快乐的迄个撇步，人生快乐的撇步，就是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对无？有影无？你的尾流要创啥？我哪会知？志峰当时无白讲话，莫安尼，莫安尼。伊嘛毋是一直都黑白讲话啊。人无讲话的时阵，就无黑白讲话啊。哇！我安尼讲敢会甲阿峰得失着？嘿，我原底想要讲毋是这个意思，啊，毋过我哪像就是这个意思。啊，毋过真正我要安怎讲？啊，毋过我真介意黑白讲话呢。就是安尼才会闹热。上无对我来讲，我是足希望我的开讲室内底会当有人黑白讲话，安尼较闹热。啊，我才会当甲你应吹应记，安尼才有迄个互动嘛，咱一个友情的互动为小妹开始，无啦，我汉版讲妹，啊毋过黑白讲话是真牛，啊，你黑白讲啊，袂要紧啊，你黑白讲话啊，上无就是互我变掉啊。雄体个尾流毋知影要讲啥，袂要紧，你会使豆豆想，你会使想到后摆咱即个脑壳灵你要来做来宾的时阵才会讲。哦，你豆豆想袂要紧，死狗才甲你问好无？爱你想正经，袂要紧，正经有正经的好，就是正经的主播拄着无正经的观众的时阵，迄观众会搁较爽。有的人就是介意去创治正经的人，啊，你就会互遐个人更较欢喜。像我就可能无法度，我袂当互人得到迄种享受，因为我真正是拢做无正经的对无？真是照三顿咧黑白讲话。阿峰，你毋是要黑白讲话？要咧想啊！紧嘞！两条尾流会使，好，再会。个海神到单结束。我本地就小有影。我看我即摆愈来愈小啊，因为我即摆开始想讲我做 VTuber 的时阵，那就毋免想正经吼，因为我家己。其实我即摆就是随时拢伫这个状态，就是我讲话的时阵大概有可能有50%正经啊，50%黑白讲安尼啊，大家罔听罔参考吼，啊，就是我家己啦，我想小可讲较正经的，但是我家己有时嘛会看别人的台，啊，我嘛有去思考讲，我是安怎介意看别人的台？我为看别人的台的时阵是安怎来得到快乐？我就有发现讲，其实我介意看小宝，我介意看小宝这型的 VTuber， 啊，现在都爱看小宝。其中一个是我较爱听查某的声，这无法度，这就是事实，啊，这就是事实，讲两道啊。不过，重点来啊，我爱看人笑。看人笑的时阵，我会感觉
就是因为咱平常时咧生活的时阵，已经伤正经啊。啊，我看待是娱乐，我是安怎搁要正经啊？看人笑，看人做一寡我毋敢做的代志，嘛足痛的。所以我就知影讲，我家己要做 VTuber， 我那就嘛免上正经嘛，对吧？我其实嘛免上正经，就是可能有真侪观众其实是想要看人笑，看人起笑，还是看人反应足大，还是看人做一寡足好笑的代志。所以我就自觉着，我其实毋免足正经的，我就甲我即个小小的一面吼，就是伫海信的时阵偷放嘛真好，啊我嘛爽，啊恁嘛爽，安尼毋是大家拢真爽，对无？所以我就而且吼 VTuber 阁有一个真好的所在，就是我毋免挂意我即个中之人的面皮，我就搁较有胆，搁较敢学白来。都变安尼，所以我就规个笑气啊，大家敢会当接受，袂当接受的，请忍受，袂当忍受的，想无，熊要想一个想无，免正经，免。啊，读细气，敢是细气，日本话袂晓，就讲日本话袂晓，你直传日本话会使甲我教，袂要紧。等你倒一工要骂人，才甲你叫，你的身份袂使。啥物意思？你是讲你的身份袂使黑白讲骂，还是袂使伤过无正经？袂要紧。我的意思嘛，毋是讲所有的 VTuber 拢爱像我安尼笑笑。我的意思是讲，逐个 VTuber 伊的观众。想要为伊的身躯顶看到的物件无共，所以有无共的路线，有无共的路线。小气 ，OK。就在你爱看，就在你爱看莫看，对啊，无毋对啊，就是讲，对，就是讲，逐个 VTuber 的迄个路线，因的特色无共。无一定讲爱安怎做才有人要看，就是就废话咩，就是无共款的人会吸收到无共款的观众嘛，废话，对。像讲我嘛毋是干那爱看小报啦，无啦，毋是安尼尔啦。我嘛会为无共款的主播身躯顶看到无共的物件。你的日本话黑白道，我知你啥物语言嘛拢会黑白道，我嘛是共款啊，咱毋是拢安尼。咱毋是讲话拢安尼，我有时讲台湾话的时阵，就会做想要斗一个客话，我毋知影是安怎，因为我客话嘛袂晓讲偌济，毋过就是会晓想要偷黑白斗者，因为我要展我的优越感。对，有影，有一半是正经的，我想要展我的优越感，讲我会晓淡薄仔，我会晓讲淡薄仔客话安尼，就是安尼。多谢大家，甲你讲来电，啥都袂使，安尼我做老实的啊。毋是吼，安尼若是有人要讲我咧电优越感的时阵，我就会当讲，啊你即摆才知哦，我一开始就知啊，对吧？啊你都袂有迄种输的感觉，我无介意输的感觉，啊你都无输的感觉啊。对吧？老实作战对啊，我嘛做老实的啊。我连我看小报即型的 VTuber， 我拢直接甲恁讲的，哪有啥物袂当的？教你客话甲英文，英文会使，客话无法度，客话我真正袂晓讲几句。啊，毋过你家己控制莫斗着华语哦。会使，你若是有特别讨厌的语言，你就莫甲摕出来用，就算你足够用，你麻烦说是互逼的，对无？所以袂要紧。阿咪伫遮拢咧骂靠腰，阿咪敢是我影响，因为我即摆嘛是讲话愈来愈安怎？愈来愈一直咧拍的笑死。
我像就是讲话愈来愈无挂意伤侪代志，我刚讲靠腰，毋是啥物做歹的迄个用法啦，无参照靠背较歹，靠腰应该是无安怎啦。我今日讲话非常靠腰，你无法度。哦，你就知，你后摆有通忍耐啊！我应该是愈来愈，我应该是愈来愈超过哦，恁大家细字哦。讲请按，网友死铁无，咁样咧读。哦，你的客话嘛是学来共骂对吧？我知，笑甲真快乐，我就知，大家爱看即型的，因为我家己嘛是，我嘛是爱看人讲话做靠腰的，对无？你看我即马，要安怎讲？我即马了解真理啊，开始了解世间的真理啊，咱做 VTuber 即道的，原来会使做无正经的。哦，会欢喜，会爽。做汉德看我一直骂，哦，你是讲你做汉德看阿咪一直骂？我原底嘛毋知影阿咪是安尼的人，啊，毋过我嘛是接受啊，人就是安尼嘛，人就是有无共的，足侪无共的面，嘿。安尼嘛袂歹啊，就是伊伫我的台的时阵，伊会使展现伊爱骂靠腰的即面，有啥物无好？嘿，对，嘿，对，咱讲靠腰嘛，有做这种意思嘛，对，毋对。伊就是一个足好用的表达情绪的词，袂讨厌做好耍的，我嘛袂讨厌，我嘛做好耍的。我讲随时讲话拢要做正经，伤忝啊啦！而且有足侪做台湾话内容的人，因为有即个意识，就是讲咱有意识着讲咱台湾话真水，啊有一寡真可能较文雅的物件，啊，就想讲想要展现较水、较文雅的一面。啊，毋过对我来讲，我即马就是想要提供大家一个会使用台湾话来得到快乐、来娱乐的即个所在，所以我就袂去要伊讲敢有文雅啦。当然有机会文雅的时阵，也是文雅者，啊，毋过无需要的时阵，就是像安尼，就是无形象嘛会使啊。我会记得之前有听到迄个失控的台语课，失控的台语课的迄个，就是伊的讲演。伊的讲演就是有讲到台湾话水也歹，其实台湾话真水嘛真歹，因为一个正常的语言，伊就是一定会有水的一面，水的所在嘛会有歹的所在，就是你一个语言无可能干那有水的，无可能干那有歹的，伊就是会使摕来做文雅、做水的代志，啊，毋过伊。当然，一定爱有一寡臭甲难教，还是讲作歹的一面，拢有，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应该爱有的款。所以我就想讲，有理。当然，咱知影这个文雅的所在，可能有较欠，就是大家较毋知影。啊，毋过做歹的时阵，做歹的所在嘛是爱甲研究，你才会晓。哦，有道理吼，有道理吼，想无我家己是安尼想的。恁母讲，你咧讲台湾话做歹听，是倒一种歹听？因为我知影有是大人讲，咱讲台湾话歹听有无共款意思。敢是讲你用词较粗鲁啊？若是安尼，我无多我无啊，就是你家己会当选择啊。其实就是你会当选择你家己想要爱，互别人看到你啥物款的形象。所以你若是感觉你就是安尼讲话的人，你若是感觉讲你就是爱安尼讲话，你就继续安尼无要紧。讲正经的，就是你若真正感觉讲你想要互人看到的形象，就是你讲话较你做久无互车动啊？我知，这甲语言无关系啦，有影就是
有的人讲话就是安尼，啊嘛无好，嘿，嘛无好啊。看你是要互感觉你是啥物款的人，拢会使。嘿啊，对我来讲，就是我刚刚讲我加正经加足久啊，加正经足久啊，忍袂掉啊。是要大家知影，我其实是一个足无正经的人。哦，啊，我这边要走出来啊，就安尼。啊，就安尼，我感觉我嘛较自在啦，有较舒适啦，就是笑笑那像袂歹呢。所以的做一个小小的阿慧嘛袂歹。一定爱互阿母，一定爱互阿母气死。我知影你毋是照三顿咧气你阿母，啊，毋过我最爱看你的迄个叫做啥？叫做啥？你有甲互一个名可能哦，五力度对吧？照三顿咧友好你的阿母，真好笑，真好笑。所以才讲志峰当时无学白讲话。你这个形象已经活伫大家心肝内啊，就是你就是一个讲话有啥做笑亏，毋是有时啊，你就是讲话大部分时阵拢真笑亏的一个人，袂歹啊，安尼足活的，足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其实我感觉你真正，我会期待你出道，因为我爱，虽然你毋是小宝，你是小公，敢是安尼讲，毋是宝就是对吧？小公，敢是安尼讲？你虽然你毋是古锥的查某囡仔，啊，毋过我嘛是足爱看。我嘛是最爱看查某人笑笑，所以你若真正要出道嘛，袂歹，我会期待哦，我真正会期待哦。好，忝啊，要来款行李啊！大家讲有这个开讲讲无够开的感觉哦，我就是爱互恁这种感觉，爱恁才会期待后一摆，哈哈哈哈，有巧无？好，阿曼哦，真正随讲随阿曼，好，无问题。大家会使期待阿慧愈来愈少，希望大家会介意。若阵无介意，我也无要伊，吼，就安尼。斗句就是爽，我真正足爱斗句的。好，这毋是重点。啊，我嘛有咧想讲后摆我，因为我其实平常时也是一个无咧啉酒的人，啊，毋过我一礼拜有食2罐，啊，我就发现讲食酒足爽的。所以后摆凡说会开迄种食酒开讲的酒渣，吼，凡说会开。哦啊，大家会使期待一下，为得我是足期待啦。吼，就安尼，啊，恁可能就会看到我愈来愈少，吼啊，就请大家包涵，吼，若袂当忍耐嘛，无法度，吼，大家加油，吼，就安尼，通好来款行李啊，吼啊，就是后摆还是啥物时阵还无决定，或者就是恁知影会伫倒位看到我公布啦，所以就安尼。好，真正讲到遮哦。啊，我即马迄个顶面有迄个 T 恤，迄其实毋免买，因为迄若是卖了足好诶，我嘛袂摕着钱。啊，毋过我就真正感觉足心息，所以我就甲做出来。啊，有兴趣就去买，啊无兴趣就准拄好，就安尼。好，多谢大家，真正暗该困诶去困，该应该安怎诶就去安怎啊！我要来款行李啊，大家拜拜。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多谢大家来捧场哦！后摆再过来，好，拜拜！多谢大家，拜拜。